地球喺46億年前出現，佢繼續以天然嘅奇觀震撼我哋。今日我哋要去欣賞兩個位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、擁有全球最大參天巨木嘅森林。紅杉有接近100米咁高，好多人相信佢哋係地球上最大型嘅生物。我哋利用特別嘅爬樹方法，帶各位上樹頂睇下。樹頂嘅世界係人類好少踏足嘅地方。搵到啦！咩嚟㗎？呢度會發現森林嘅另一面，佢埋住咩秘密呢？喺全球最大型樹木嘅家園，將會一一揭開呢啲秘密。我哋嚟到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嘅一個山脈地帶，呢個森林有呢啲巨型嘅參天巨木。內華達山脈位於美國西岸，由北向南伸展，出現喺我哋眼前。呢啲山脈超過海拔4000米，一個松柏科植物嘅原始森林喺我哋腳下。由於呢度冬天落好多雪，所以從來唔缺水源。呢度有多種松柏科植物，部分樹木高出其他好多。講緊嘅係巨杉樹。佢哋接近100米高，按體積計算，多數人視佢為世界上最大型嘅生物。係時候入森林睇下啦！我哋喺霧中見到一隻熊。呢度豐富嘅自然環境，造就茂盛嘅森林。親身感受下巨杉有幾大棵，就會比較容易明白點解佢可能係全球最大型嘅生物。佢令瀝青路變形。我哋第一棵參觀嘅樹叫雪曼將軍樹，係以美國內戰嘅戰爭英雄嚟命名。呢次係雪曼將軍嘅樹枝。我哋仍然見到雪曼將軍嘅裏面仲有少少紅色，佢好似樹幹一樣咁粗壯，所以佢哋被稱為紅杉。呢字只係雪曼將軍嘅樹枝。係啊，呢字只係雪曼將軍部分最粗壯嘅樹枝。假如呢節只係樹枝，咁佢嘅樹幹有幾大呢？我哋去睇下，呢棵就係雪曼將軍，係呢度最大棵嘅巨杉。樹身高83米，等同一棟28層高嘅建築物。樹幹底部嘅圓周係31米，體積總共大約有1500立方米。由於巨杉木好大棵，我哋並唔了解佢嘅生態，對研究人員嚟講都係一個謎團。
約翰加夫韋特將會帶隊爬上巨杉樹。你好，你好啊！約翰除咗係爬樹專家，仲係樹木專家。佢喺日本嘅名古屋大學取得博士學位。係時候出發啦！幾乎全個巨杉森林都被聯邦政府保護，爬樹係絕對被禁止嘅行為。我哋節目破例得到批准，可以攀爬2棵私人擁有嘅大樹。就係呢2棵。OK。好靚嘅大樹啊！哇！攝製隊將會攀爬呢2棵參天巨杉。哇！好大棵。唔該。傳統嚟講，爬樹嘅人首先會同棵樹打聲招呼。由於呢2棵1000年嘅大樹好接近，所以被稱為雙子樹。約翰第一次攀爬。我每次企喺巨杉樹下邊，都覺得人類好渺小，所以好感恩。感恩？係啊。爬樹要利用特製嘅工具，呢個工具好似一個大彈弓。好，勾住啦！喺繩索尾段嘅重物成功勾住一條樹枝。最後，一條粗壯嘅繩索被扯上去。爬樹嘅人要不斷重複呢個過程，以便到達樹頂。約翰嘅隊伍有樹藝師、森林生態研究人員，全部都係樹木專家。佢哋開始向上爬。首先，佢哋利用一個叫上升器嘅特殊工具，垂直攀爬上樹身。上升器裡面嘅器材係一個制動裝置，佢只可以向上喐。假如爬樹嘅人太依賴自己嘅臂力，好快就會冇力。攀爬嘅關鍵似乎係利用雙腳提升身體。喺25米以下，棵樹一條樹枝都冇。呢個係巨杉樹嘅特點。紅杉呢部分嘅樹皮好厚，同時又好似海綿咁腍。開始爬樹，爬咗45分鐘之後，佢哋爬到第一條樹枝。我哋休息下。OK。OK， 我哋爬咗好高下，真係好高下。如果棵樹係一個人，我哋去到佢條腰左右，上面就係軀幹。係啊。
樹枝同樹葉茂盛嘅部分叫樹冠。呢啲巨杉樹嘅樹冠距離地面35米。呢棵樹嘅軀幹非常之長。由大約20年前開始，呢啲巨樹嘅生態由於攀樹方法有進步而開始展現出嚟。樹冠嘅內部對研究人員嚟講，好似金礦咁珍貴。係個好嘅棲息地。雙子樹嘅樹頂距離地面高達80米。喺呢度，巨杉展現生機，希望可以繁衍後代。喺巨杉嘅樹頂，感覺好好。我喺呢度可以望晒成個森林。亦都見到好多球果，仍然係綠色。呢個部分係雄性，而球果就係雌性。水分同營養需要好多時間運送到樹頂。因為佢太高，杉樹努力結出球果，成為新生嘅下一代。佢同時長出好多葉，用嚟吸收好多陽光。杉樹就係咁，佢係一種可敬嘅植物。由於閃電等等嘅原因，加利福尼亞州每年發生超過2000場森林火災。森林火災會燒死細棵嘅樹木，形成營養豐富嘅泥土，俾巨杉樹生長。不過，啲巨杉樹唔會一齊被燒毀嘅咩？會燒咗啲樹皮，但係燒得唔旺。呢啲樹皮嘅最大問題係佢係好軟嘅纖維，好厚身，唔會傳熱。森林火災仲有另一個重要作用，熱力將杉樹嘅球果烘乾，先會釋放佢哋嘅種子。森林火災過後，可能會欣賞到成千上萬粒種子，好似落雨咁嘅情景。呢啲係好細嘅杉樹，大約係3歲左右。3歲？係啊。巨杉樹喺遠古時代已經喺呢度生長，阻礙大自然嘅循環。事實上，加利福尼亞州仲有另一個巨樹森林。呢個森林位於海邊，攝製隊近距離研究佢嘅瑰麗神奇。由太平洋吹嚟嘅潮濕空氣，孕育呢片森林。
攝製隊接近森林嘅時候，被一道濃霧籠罩。呢個森林同我哋之前到訪過有巨杉樹嘅森林完全唔一樣。呢度嘅地面被一層厚厚嘅蕨類覆蓋。呢個森林每年降雨量接近1000毫米。呢棵樹被苔蘚厚厚覆蓋。呢棵係另一種參天巨木——海岸紅杉，係全世界最高嘅樹木。呢個森林有幾棵超過100米高嘅大樹。唔止係咁，研究人員爬上呢啲樹之後，發現喺海岸紅杉嘅樹冠層有另一個森林存在。今日我哋拍攝呢個高空嘅森林。Okay, on rope. 爬咗10分鐘之後，離地15米出現一支樹枝，另一個森林隨即現身。你好嗎？枯葉積聚喺樹枝嘅底部。呢度好濕，好濕，好潮濕嘅。呢啲係腐殖質，係腐爛嘅樹葉。佢哋喺呢度生活，呢度係佢哋嘅小小世界。天然堆肥腐殖質喺呢棵海岸杉嘅樹枝上出現。佢哋藉住樹枝嚟到繁茂嘅樹冠層。Further up there'll be tops, the actual tops. Yep. 海岸杉嘅樹冠層有濃密嘅幼小樹枝，佢哋好似一個網咁，將腐殖質包住。有啲嘢吸引約翰嘅視線，係一隻闊魚，佢係食腐爛嘅植物同動物嘅內臟。呢種係節肢動物，佢食腐殖質裡面嘅枯葉同菌類植物。It's made some humus matter, which is decomposing. Okay. 大約10年前，喺呢啲腐殖質入邊揾到一種令人注意嘅生物，係一種鰾腳類動物，一種淡水浮游生物。呢隻甲殼綱動物被發現喺84米高嘅樹上面。我哋相信佢係沿住樹木表面流動嘅水爬上嚟。爬上樹冠更深入嘅地方，呢棵樹有好多種生物，真係估唔到。有苔蘚、蕨類、月骨，我哋只係爬咗一半啫。
唔同種類嘅植物掩蓋粗壯嘅樹枝。呢支樹枝有腐殖質生長出蕨類，而呢支樹枝就有月骨花開花。喺樹冠層粗壯嘅樹枝之間有一個美妙嘅森林。有人認為係食昆蟲嘅雀鳥將植物種子帶嚟呢度。最後，終於爬到離地面80米高嘅巨樹樹頂。好，呢度就係海岸杉嘅樹頂。成個樹頂有茂盛嘅菌類同地衣生長。海洋吹嚟嘅霧孕育呢啲生物。呢個見證海岸杉樹頂嘅另類森林，係難能可貴嘅奇景。攝製隊喺樹底亦都有發現。阿傑揾到啦，揾到啦！ OK， 喺呢度。佢係咩嚟嘅咧？睇下先。佢係一條太平洋娃娃魚。呢條係太平洋娃娃魚。佢會唔會爬上我隻手度咧？啲黏液係咪保護佢哋㗎？蠑螈係食闊魚同昆蟲為生嘅兩棲類動物，佢哋喺潮濕嘅地方生活。因為佢哋嘅皮膚滲透力好強，可以吸收。你小心唔好掂到，滲出嚟嘅油質對佢就有用。呢啲太平洋娃娃魚亦喺海岸杉樹冠層嘅腐殖質層出現。顏色淺好多，但係佢同樣有類似呢條咁嘅雲紋圖案，但係佢底色比較灰。記住佢喺呢度啊！係啦，翻屋企啦，老友。好，佢翻屋企啦。多謝你啊，多謝你。誒，拜拜，拜拜。呢棵樹咧應該被選為採種樹，只不過佢唔單止係採種樹，因為對好多動物嚟講係一個庇護所，就好似媽媽咁。美國嘅加利福尼亞州擁有全世界最大型嘅參天巨木。呢啲巨木又被稱為母親樹，擁有各式各樣嘅生物，亦好有智慧咁樣喺呢個獨特嘅生態系統生活。喺稍後請收睇一套劇集《追歲女王》。